好，也有民众伫咧网络顶看到在地农会咧卖农产品，遐农会这边呢说讲因无咧卖，应该是去互假名，即马已经有报警察，提醒民众加注意，莫互骗去。一个点入去网页，内底有在地镇农会的产品，伫网络买卖各有附相片。不过消费者发现，这项看守的甜菜根粉，哪像毋是农会的产品？来农会的门市嘛找无这项产品，民众讲这是诈骗。网络上我拢无啥卖，我去用骗几个摆。哦。基本上不太会求证吧，因为想说237块很便宜，可能就点进去买了。闪闪大概20多通，然后现场来的其实都是一个人，就是自己来，然后一天也大概都2、3个。9月中旬开始，在地农会小线接到消费者的反映，有一夜市的网站用农会名义咧买卖商品，网站顶面说无农会住址甲电话，农会嘛无相关的商品，已经向派出所报案，呼吁民众唔通中计。像 FB 上面这一页广告的，你根本查不到他的地址，跟查不到他的联系的单了，他都就叫你用上网去，所以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在境外或是非法的盗用人家的商标来的不肖厂商在使用。农会讲，不少业者替农会品牌咧做广告，伫全台湾四过骗，逐工拢有民众打电话来问，除了已经报警追查，嘛呼吁消费者爱注意，唔通去买到这种来路不明的农特产品。记者综合报道。